由2026年4月1號開始，所有購買新樓嘅買家都可以享有 HST 減免，省政府會幫你承擔8%，聯邦政府承擔5%，合共最高可以攞到13%稅。呢個係一個臨時措施，由2026年4月1號到2027年3月31號，無論你係自住定係用嚟收租投資，都一樣適用。簡單講，150萬以下嘅新樓最高可以睇到13萬加幣。如果樓價超過150萬，回贈會慢慢減少，去到185萬，回贈剩翻2.4萬。舉個例，如果一間樓稅前係100萬，以前年 HST 要俾113萬，而家有呢個回贈，基本上只需要俾翻100萬。時機真係好重要，如果你可以喺4月初盡早同發展商落訂，好大機會可以鎖定一個較低嘅入市價。之後新一期推出，發展商好可能因為買家可以睇到最多13萬稅而逐步加價。而家咧仲有少少要留意，就係8%回贈入邊超過2.4萬嗰部分咧，仲需要最終批准。不過政府已經講咗咧，會好快通過，大家可以留意住進展啊。等你諗到呢段內容嘅時候咧，有機會已經批咗。如果你想把握今次機會，或者想拎最新嘅消息，歡迎隨時聯絡我，我亦都可以直接帶你去各大 sales centre 參觀。而家 Markham 比較熱門嘅項目包括 Union Glen、Union Village 同 Woodbine Parkside。如果你想睇一個最適合自己嘅項目，唔好等，歡迎直接打電話或者 send message 去6479868613，仲有HC Realty Group Kenneth 蕭先生。